丹增德勒仁波切，俗名阿安扎西，是西藏康区理塘的一位高僧。他为保护西藏的语言文化与宗教传承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并在藏地修建孤儿院、学校与养老院，同时极力劝导信众远离赌博、酗酒等恶习，在当地具有很高的威望。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佛教上师，却被中共当局扣上了恐怖爆炸案主谋的罪名，遭判死刑，后改判为无期徒刑。被关押13年之久后，丹增德勒仁波切突然在狱中身亡，让仁波切的家人和追随者以及长期开展各种营救活动的人们都感到震惊与悲愤。仁波切的外甥女尼玛拉姆今年8月流亡至印北达兰萨拉。她在接受本台专访时，介绍了仁波切身亡后，当局为掩盖真相而强行火化遗体，镇压追问真相者等情况。尼玛拉姆，你作为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外甥女，那可不可以跟听众和观众们介绍一下你眼中的仁波切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很好的喇嘛，也是一个很好的上师，我很尊敬他，也很信任他。不只是我上百个老百姓都很信任他，很尊敬他。他是我心中的上师那种类型。丹增德勒仁波切是2002年被捕的，然后当时中共的所谓的罪名是他策划了成都天府广场的一起爆炸案。那据你和你的家人了解，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当时仁波切被抓了以后，我们都不知道被什么原因被抓，而且仁波切关在哪里都不知道。然后我们8个月，他们说仁波切就是这个爆炸案有关系，然后他们自然的审判了仁波切的案子，判了死刑嘛。然后我们亲人还有关于仁波切的老百姓都要求这个案子重新审判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不答应嘛，不答应请我们律师。然后第2年以后，他们就仁波切判了无期徒刑。但是我们家人都不知道仁波切他关在哪里，也不知道仁波切他们不准谈见仁波切嘛。然后我们妈妈还有就是大妈小妈都有嘛，还有就是雅江的吉米人，他们到那个甘孜州监狱门口，他要求替仁波切谈见，然后他们不答应，然后他们甘孜州监狱门口而且坐了28天，这里要求见仁波切，然后见到了仁波切，他们又说其他人不准见，除了我阿妈和我大妈小妈都其他人不准见。然后我阿妈和还有就是他们见了以后，仁波切说我是被冤枉的，我从来没有做过犯法的事情，我的案子必须要重新审判。然后他是这样说了，然后我们家人都提了好多要求，但是他们不答应。我们家人都说仁波切的案子必须要重新审判，提了好多要求，但是他们不答应。我们有几百个老百姓都按了手印嘛，4万多个老百姓都按了手印，要求仁波切的案子重新审判，但是他们不答应。然后我们几位关于仁波切的老百姓和我大妈小妈都去了四川省甘孜州，还有就是党中央嘛，中央提了要求，但是他们不答应。然后而且在去的路上，他们把仁波切的那些重要的人给抓了，然后提出要求的时候他们也抓回来，然后而且1、2周的学习班都要做，而且有工作的人把工作给也停了。他们是这样的对待我们，对待我们真的没有一个人权，没有法律法规，真的。所以这样下来，仁波切被关了13年，是在去年的7月份，然后就突然在中共的监狱里去世。当时你在哪里？当时我在家里，因为我的阿妈她突然来电话了，因为阿妈仁波切没有去世之前，我阿妈到了成都已经10天了，她突然跟我来电话说，她说仁波切去世了，我不敢相信嘛，我跟阿妈说你亲眼看到吗？但是阿妈说我没有看到，是领导们给她说的。然后我听了这句话以后，我就通知了全村的人，然后全村人他们也哭，我也哭，哭着商量好仁波切的遗体拿回来的要求，提出那个礼堂县嘛，然后
在路上村长们来了，他们说你们不能去代替你们，我们去比较好，我们也想提出这个要求，我们也想见荣伯钦的遗体，我们去比较好。他们去了，然后村长们说，到了理塘县的县长们说，这个我们不能做主，因为全部都是甘孜族族，我是没有权利的。他们是这样说，然后他们说就是荣伯钦的。他们已经下了秘密，甘孜族已经下了秘密。他们说是一个县里面只有7个人能去仁波切的遗体看，其他人不准去。而且我们理塘县要求了9个人去，然后他们是这样说的。然后我没有办法，仁波切去世了以后，他们听到了这个以后，我们理塘县的有个318，把318给路给挡住了他们。然后来了好多个公安局和兵挡到了这个路，其他人只能上来的车子他们放，下去的车子都不放。我想了很多种办法，而且我装了一个病人到了那个成都，然后我给阿妈打电话，你们在哪里？他们说在大洲，然后我跑到大洲去了。就这样，尼玛拉姆到了川东监狱所在地达州市大竹县，与母亲会合。他发现当地已经聚集了不少信众。大家一起商量对策，但不得头绪。悲愤与无奈下，尼玛拉姆与自己的母亲和姨妈等人前往川东监狱门口。有6个人提前到了那个大竹监狱门口，然后我们在这里哭也闹，然后我阿妈和我大妈他们都在撞墙，还有几个朋友他们都在地上躺着哭，大呼大叫的，然后我也是大呼大叫的。我跟他们说这个监狱门口还有好多个老百姓，但是大洲的老百姓，我跟他们说，请你们帮我喊个记者，我们的仁波切对我们的仁波切他们没有做过一点点的法律法规，仁波切提出了要求轻法律，但是他们坚决没有答应过这样的做法。我们又不是国外的人，为什么这样的对待我们？现在我们的仁波切他们被杀了，因为我们的人提前到了，已经10天了。我就是这样说的。然后我阿妈他们都在撞墙嘛，准备死嘛，我也去准备死，因为如果我死了的话，有人会相信。之后，监狱方同尼玛拉姆等人交涉，坚称仁波切不是被害身亡，而是病死的，且狱方一直在提供治疗。而在被要求出示病历时，狱方只是宣读了其中的内容，但拒绝交给家人。尼玛拉姆的母亲悲愤之下晕了过去，被送往宾馆休息。紧接着，当局便派人前往宾馆。他们来了好几个人，他们说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提的话，你们去提。然后我阿妈提了几位要求，我阿妈说，第一个要求按照你们的法律法规，我们的人当前没有见到仁波切的遗体嘛，仁波切当前没有见到嘛，这个事情以后我们必须要过仁波切15天，按照你们法律法规。第一个要求就是这个，第二个要求就是呢，把仁波切的病历必须要给我们。第3个要求呢，就是他们要说仁波切的遗体必须要火化。我们提了要求，这个哪个家法律法规定的人必须要告诉我们。第4个要求就是按照我们藏族规矩嘛，仁波切的遗体必须要给我们，也是我们老百姓的要求。这个如果把仁波切的遗体给我们的话，我们就不追究什么，就是这样的。答应提了要求，但是他们坚决没有答应这些要求，而且把仁波切的遗体，他们说必须要明天早上7点火化。你们家人也看仁波切的遗体也好，不看遗体也好，必须要火化仁波切的遗体，他就是这样说的。然后我们没有办法看了仁波切的遗体，然后我们看仁波切遗体的，就是在成都的大洲监狱，这个就是大洲监狱后。监狱里面围了好多个兵和公安局还在，而且就是里面仁波切的遗体围了好多个兵，然后我们没有办法看了仁波切的遗体。提前到了仁波切的几个徒弟和仁波切的几个阿克嘛，他们已经到了提前换仁波切的僧衣时候，他们就看到了仁波切指甲是黑色的。而且我到了以后，就是我看仁波切的遗体的时候，仁波切的脸部其他看不到，然后仁波切的嘴唇全是黑色的，这代表我觉得他们是用毒了仁波切。仁波切的遗体于7月16号被当局强行火化。2名藏人先被允许将仁波切的骨灰带回礼堂，但最后
骨灰还是在途中被警方抢走。尼玛拉姆与母亲则在抵达成都时被理塘县警方控制，之后带往理塘。连番审问之下，还恐吓尼玛拉姆等人，若不在一份类似于免责切结书的文件上按手印，就会进行报复。我阿妈说，这个关于荣波奇的案子的话，我绝对不会按手印，因为荣波奇不是我一个人的荣波奇，是全世界的荣波奇，而且这个案子必须要一代一代的扩下去。我阿妈是这样说的，你拿个枪指着我的脑袋，我也不会答应，我也不会按手印。你就回去想报哪个领导，你就回去报吧。我阿妈就是这样说的。然后他又来了，几天以后，他来了好多个领导，他说，要你们出去，现在必须要答应3个条件。一个条件就是出去以后，关于荣波清的事情不能告诉别人；第2个条件就是出去以后，荣波清的事情，关于荣波清的事情不能告诉国外；第3个条件就是荣波清的事情现在监狱后头不准去闹，不准去说。我们刚才开了一个会，有没有人代替我们按手印？但是没有人代替我按手印。然后我代替你们按了手印，现在出去以后必须要听我的话，他是这样说的。然后我就说好的，然后我给他说谢谢你，我不会忘记你按手印的这个恩情，我就是这样的跟他说了。以后出去以后，还有就是国防大队的领导嘛，他说现在轮到我看你们了，你们哪里去的时候必须要通知我，必须要先告诉我，他就是这样说的。我就说好，我们就这样放出来了。2002年。与丹增德勒仁波切一同被捕的，还包括名叫洛桑顿珠的一名藏人。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当局指控他受仁波切的指示犯下爆炸案，将他判处死刑，并立即处决。你在西藏境内的时候，知不知道达赖喇嘛？知道，因为我们不只是我们那边老百姓都知道达赖喇嘛，因为他们都在日夜思念的祈祷，能够有一天见到达赖喇嘛嘛。那你知不知道洛桑僧格？知道，但是我们藏族的领头嘛，政治领袖。政治领袖很优秀的一个领导。这里方不方便介绍一下你从西藏是怎么逃出来的？你的家人知道吗？我逃出西藏的时候，我的家人都不知道，因为我的家人和亲朋好友，我跟他们说了一个谎，我跟他们说我要到我爸爸的家乡玩几天，我就是这样说，然后跑过来了，他们都不知道。那你刚抵达印度达兰萨拉的时候有什么感受？我觉得我很自由，然后有什么要求可以提的话也可以去提，没有人拦住我，然后有人听嘛，然后我觉得很自由。然后而且我觉得我很幸运能够见到达赖喇嘛，因为我都每天都日夜思念的祈祷能够有一天见到达赖喇嘛，然后我觉得我很幸运见到他了。你抵达印度达兰萨拉以后，在这边举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然后讲了有关仁波切的事情，向国际社会的媒体还有流亡社区的媒体都讲出来。那之后你家人有没有因此而受到牵连？我没有联系过他们，但是我觉得他们，我妈和就是关于仁波切很重要的那些人，他们控制中。但是这个发布会是我自己做主嘛，全部都是我自己的，但是给他们没有什么有伤害的理由，我觉得。仁波切过世以后，你现在逃到了印度，那你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你今后有什么计划？主要目的关于说仁波切的事情嘛，今后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会见全国的领导，努力去见全国的领导，给他们说是仁波切各地的领导就是世界全国的领导，就是我有机会的话，我会给他们说仁波切是冤枉的，而且是他们用毒毒死了仁波切，这样的没有对待我们法律法规，我是这样的要求他们的，我会要求他一直。西藏之声的听众还有观众读者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国境内的民众，普通民众。那你通过我们的节目对他们有什么特别想要说的话？
我想说的就是甘孜州的领导们嘛，四川省的领导们，跟他们说，你们也有亲人，你们不希望自己的亲人有一点点的伤害，你们换做我的立场去想一想，我们的仁波齐到底给你们做了什么？你们连骨灰都没有给我们。我想这样的给他们说，然后我希望你们能给我一个清白的答案。你到了达兰萨拉以后，发现这么多人关注仁波切的事情，你有什么感受？因为我不知道我在家乡的时候对仁波齐关系的人这么多，因为我们那边新闻都看不到。然后我到了那个达赖萨拉以后，我看到了很多个新闻关于仁波齐的事情嘛，然后我觉得我很开心，仁波齐有那么多关系他，我想跟他们说，希望仁波齐的关系一直坚持下去。我跟他们说谢谢。